家平安，欢迎收听6月初6的迦南之声。我是优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主看顾敬畏他的人。我们要读诗篇33到34篇。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上主忠诚的子民啊，要敬畏上主，敬畏他的人亦无缺乏。诗篇34篇第9节，在2013年成立的美式潮牌 Fear of God 敬畏神，短短3年内席卷时尚圈和潮流圈，像一些艺人小贾斯汀、肯爷、蕾哈娜、贝克汉这些名人都是品牌的爱好者。这位以敬畏神为名创立潮牌的杰瑞·罗伦佐，他是如何透过服事让全世界看见他所相信的神呢？在创立品牌的时候，罗伦佐他就想好要以信仰为品牌的根基。他曾提到，我开创品牌的时候，有许多宗教象征意义的品牌出现在时尚中，大多是非常黑暗。那我觉得时尚界对宗教的态度开放，但我希望品牌以真理为根基，而不是为了看起来很酷。所以品牌名称 Fear of God 敬畏神的灵感就来自于一本灵修的书籍，叫结成为主。罗伦佐从小时候就在教会当中长大，那上帝和基督教总让他感觉到很光明正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想说是老套，却发现教会圈的朋友们不像学校里的孩子们一样酷。然而当他在书中读到密云和幽暗在上帝的视为，这诗篇97篇的第2节，他深切感到上帝大而可畏的形象。他说，我第一次看到上帝是这么酷的角色。所以随着品牌受到肯爷、小贾斯汀等等艺人的喜爱，所以就吸引了不少各界人士的关注。对罗伦佐来说，经营品牌的挑战越来越多，但他仍不因走红而感到骄傲，也不向粉丝和自己的孩子来传达要成为走在时尚尖端的人。他期待透过敬畏神这个品牌的影响力，让更多人认识这个信仰。其实在时尚界这一些产业，有些人勇于分享福音，但是有一些人却避讳谈论信仰。罗伦佐他坦言，他并不是很直接透过时尚来传递福音信息。如果要说，那就是谦虚的优雅，不是要醒目的标志霸道的放在你的眼前，而是优雅的表示我是神的孩子，但不会硬要把这样的信仰强加给你。罗伦佐表示，我无法想象自己能不以信仰为基础去开创服饰的品牌。他认为这世界不缺少服饰，但确實需要福音。衣服不過是布料了，但若你真的想知道 Fear of God 的是關於什麼，那它傳遞的是能夠改變你生命的力量。我們來看詩篇33到34篇，詩人提醒我們怎麼樣去認識這位神，就好像羅倫佐他透過服飾這個品牌讓人認識到這位神。他是一位創造和拯救者，他是很有創意的，所以我們應該稱上帝是在時尚圈是應該是 top 是第一名的。
他关心并看顾敬畏他的人。在这分享的当中，我们将探索神看顾敬畏他的人的恩典跟赐福，也提醒我们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回应这样的恩典。首先，我们要来从上帝的创造和掌管宇宙的方面来看。诗篇提醒我们，以他的话语创造了神，就以他的话语创造了整个宇宙，并且透过他的旨意来掌管万物，这样创造和掌管显示上帝的大能，还有他的智慧。第二个，我们要从敬畏神的人可以得着什么？当然是得着他的眷顾。怎么样眷顾呢？说一无所缺啊。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眼目看顾这些敬畏他的人，透过他们的呼求他倾听，这是神应许的一个美好的福音。倾听，然后应许，显示他对子民的眷顾和关怀。第三个，我们是看到从神的恩典跟拯救来看，当敬畏神的人遇到困难患难的时候，如果你知道怎么样去向他祈求祷告，他必垂听你的祷告，拯救你脱离一切的灾难那神的恩典和拯救是他们的力量和避难所。最后一个，回应神的眷顾。我们得着眷顾保护了，我们怎么样回应？诗人说他用赞美和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眷顾跟拯救。他赞美上帝的名，他传扬上帝伟大的作为，并且时刻都在称颂他的圣名。所以透过这样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活出什么样的一个信仰态度第一个就是活出敬畏跟感恩，让我们以敬畏跟感恩的心态活出我们的信仰，让神的名字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荣耀，就好像那个服饰品牌一样，也透过你在传讲或者是分享的过程当中，你的言语行为都要彰显上帝国的价值观跟他的慈爱包括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彰显出上帝的慈爱。第二个，倚靠神我们需要完全的信靠这位神，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这位上主是创造者跟掌管者，所以他有智慧跟能力来引导我们过丰盛的生活。第三个就是信靠神的恩典跟拯救，全心的信靠上帝的恩典跟拯救，是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得着力量去胜过它，也能够成为我们在躲避这避难的一个场所。所以无论面临何种困难，弟兄姐妹，你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他，相信他的信实，相信他的应许，知道他必垂听你的祷告。我们来默想诗人说敬畏上主的人一无所缺那我们应该要学习如何敬畏这位神，应该如何回应上主的创造跟他的拯救呢？这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想到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表达你对上主的敬畏和信靠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承认你是万有的创造和统治者，你的荣耀全能无可比拟你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跟敬拜。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跟智慧，好使我们能够以敬畏你的心来活出见证。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的言行举止充满了谦卑和敬畏，彰显你的美善，还有你的真理。主我们知道敬畏你的人一无所缺，这是你的应许，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塑造我们内心可以敬畏你的心日益增长，也让我们时刻纪念你的圣洁和全能。
帮助我们远离罪恶，脱离患难，并能够寻求你的心意，行事公义怜悯。主啊，愿我们的生活充满对你的赞美感恩，也见证展现你荣耀的恩典。愿对你的敬畏在我们的家庭、工作、社群和国家中来彰显，让我们的生命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敬畏上主，一无所缺。我们下次再见哦。